宝贝的成长书》，贝安斯坦熊搬新家啦。作者史丹·贝安斯坦和珍·贝安斯坦。东西都打包好，卡车也到了，跟着熊熊们搬家，祝福他们一切安好。贝安斯坦熊一家并不是一开始就住在熊熊国阳光普照的泥土路旁那间大树屋。很多年前，当家里还只有熊哥哥一只小熊的时候，他们住在位于熊熊国边陲大熊山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那是一个冬暖夏凉、很舒适的山洞。虽然有些地方不是这么完善，像是有点暗，下雨的时候还会滴滴答答地漏一点水，但那是他们的家，贝安斯坦熊一家很快乐地住在那里。既快乐又忙碌。熊妈妈忙着打理家务并照顾菜园，熊爸爸忙着砍柴并制作家具，而熊哥哥则忙着爬山、捡石头以及和朋友们玩耍。但住在山上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在土壤层很浅、实力又多的地方种菜很不容易，而且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熊爸爸需要到更远的地方才找得到合适的树木。但这里阳光充足，空气干净又清新，而且风景美极了。是的，贝安斯坦熊一家既快乐又满足地住在他们位于熊熊国边陲大熊山半山腰的山洞里。直到有一天，熊爸爸说：“亲爱的，我们该搬家了。”搬家？熊哥哥喊道。没错。熊爸爸说：“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木，我必须越走越远。”是的，熊妈妈说，而且要在这土壤浅、实力又多的土地上种出足够我们一家吃的蔬菜也不容易。那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熊哥哥问。搬到山谷去。熊爸爸边说边开始把台灯和东西放进箱子里。山谷？熊哥哥说，下面山谷的风景看起来是不错，但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住在那里，毕竟那里好远好远。我的玩具该怎么办呢？熊哥哥问。我们当然会带着他们啊，把他们放进来。熊爸爸边说边递给熊哥哥一个箱子。我的书该怎么办呢？我们也会带着他们。熊爸爸边说边递给熊哥哥另一个箱子。那我的朋友呢？熊哥哥问。我们不可能把他们装进箱子里带走啊。没错，熊妈妈边说边把熊哥哥抱到腿上。你必须离开你的朋友了，爸爸和我也是一样，搬家的时候就是会这样。但你可以和他们保持联络，你可以写信，也许有时候还可以回来拜访他们，而且你还会交到很多新朋友。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呢？
熊哥哥想要知道。明天清早，妈妈告诉他，帮忙搬家的熊明天一早就会来。那天晚上，熊哥哥躺在他山洞角落的床上，心里想着搬离旧家和离开他的朋友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心里想着搬到新家和认识新朋友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他心想，自己今晚会不会就睡不着了。正当他觉得应该会睡不着时，他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搬家熊开着他们的大卡车来了，然后开始把贝安斯坦熊一家的东西搬出山洞。全部搬走！爸爸说。果然，全部的东西都搬走了。搬家熊的动作很快，也非常小心。不一会儿，山洞就变得空荡荡的。在好好的看了旧家一次，贝安斯坦熊一家跟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们道别后，就坐进车子往山下开去。搬家公司的大卡车跟在后面。他们往山下一直开，一直开。经过几个惊险的路段和转错了几个弯之后，他们来到了山谷中绿意盎然的森林。你们看看这个森林，熊爸爸说，我有足够的木材可以用了。他们经过了一些田地很漂亮的农场。你们看看这些肥沃的土壤，我会拥有一个很棒的菜园。熊妈妈说。熊哥哥则是一路在找寻朋友和玩伴，但他只有看到一些青蛙和蝴蝶，而且它们看起来不是很友善。当他们要转进阳光普照的泥土路时，熊爸爸说，准备好咯，这边转弯进来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可是这是一棵树哎。熊哥哥说。这是间树屋。熊爸爸说，是一间很棒的树屋，有地下室，有2楼和阁楼，而且也还会有自己的房间。这真的是间很棒的树屋，是从一棵很大的橡树挖空建成的。树屋也的确需要整修，油漆斑驳了，楼梯有几阶坏了，有一部分树皮也已经脱落，但爸爸妈妈已经想好了很棒的整修计划。贝安斯坦熊一家一边看着搬家熊把他们的东西搬进新家，一边幻想着整修完成后他们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一定会是间非常漂亮的树屋。他们光忙着幻想，都没有注意到新邻居带着礼物来欢迎他们了。兔子家带来了红萝卜，小鸟和松鼠家带来了种子和坚果，还有好几个熊熊家庭带来了蜂巢和野莓。其中有好多小熊可以和熊哥哥做朋友。贝安斯坦熊一家感受到新邻居们的热情欢迎。那天晚上，他们要上床睡觉时，虽然感觉很累，心里却十分快乐。当树屋全部整修好之后，看起来真是漂亮极了。